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治的第148天，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48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人間蒸發、音信全無的第148天。在當地時間7月24號凌晨，美軍對伊朗連續第13晚發動襲擊。美軍中央司令部稱，在持續2個多小時的行動中，重點打擊了伊朗的軍事指揮中心、無人機存儲設施、通信網絡、海岸監測站點以及海上作戰能力，旨在進一步削弱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的平民船只和船員構成的威脅。那根据伊朗媒體報道，伊朗南部霍爾木茲干省、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以及中部亞茲德省、中央省等多地傳出爆炸聲。截止到周五，中東的局勢那是再度升溫，伊朗也進行了反擊。巴林剛剛全境響起了防空警報，有畫面顯示首都麥納麥疑似遭到導彈襲擊，並引發爆炸，但關於確切地點、人員傷亡有待進一步核實。巴林內政部緊急呼籲民眾保持冷靜，馬上前往最近的安全地點避難。伊朗革命衛隊發布了勝利2軍事行動第27波次的導彈無人機發射，這個發射的視頻在網上也公開了。夜間發射2枚導彈，白天發射將近10枚，外加自殺式無人機。那麼這裡面也有導彈，就是射向巴林的首都麥納麥，這讓中東局勢進一步升級。由於巴林是美國海軍第5艦隊司令部所在地，自從美伊新一輪開戰以來，巴林持續遭受伊朗的密集炮火襲擊。過去巴林的防空系統都成功在屋頂高度完成低空攔截，但這次攔截效果有待觀察。與此同時，伊朗的港口城市西里克也傳出了巨響，據說是發生了大規模爆炸。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跟美軍的襲擊相關，因為就在剛才，美國中央司令部發言人霍金斯上校向美聯社證實，美軍在安曼灣擊癱了一艘名為拉文號的船只。霍金斯特別強調這艘船只至少4次企圖突破美軍在伊朗港口的封鎖線，美軍事先已經多次發出警告，但船員都拒絕服從指令。美軍隨後向這艘船的機艙開火，讓這艘船徹底擊癱。這是美軍重新實施封鎖以來第2艘被擊癱的商船。美軍中央司令部還補充說，現在已經強制讓12艘船只改道，也就是把這個伊朗的港口是封鎖的死死的。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他在下午白宮的椭圓形辦公室，他談到伊朗問題的時候他說在談到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時，特朗普總統的態度非常強硬。他說，我們可以繼續按照現在的步調把伊朗一步步拆解，我們也可以加快節奏，而這正是我們接下來可能會做的，或者我們也可以跟伊朗進行談判。實際上我們現在也同時在跟伊朗進行談判。特朗普還強調，他說伊朗現在表現出的認真程度是遠超以往的，不過德黑蘭方面到現在都還沒有準備好達成協議。所以當記者問特朗普說美國這邊有誰參與了談判，特朗普說幾乎所有人。特朗普還點名說，比如說副總統萬斯，再比如國務卿盧比奧都談判了。而美國媒體也曝光說，特朗普在周五秘密會見了高級顧問，討論針對伊朗局勢的重大升級。至少4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總統這次召集會議剛好就在特朗普總統在下一周就要見內塔尼亞胡，還有烏克蘭的總統澤連斯基。特朗普還是一如既往虛虛實實，實實虛虛，一會兒要摧毀伊朗，一會兒正在談判，一會兒說伊朗人現在比以往更加通情達理，反正總之那話隨便他怎麼說，顛三倒四的，也沒有人当真。咱們一直說，你看他說什麼不如看他做什麼。特朗普說他一會兒說要加大對伊朗的打擊力度，一會兒說預計不會出現與伊朗的衝突升級，一切將以協議告終。特朗普說，他退出戰爭的策略有2種：繼續軍事行動，或者通過外交協議。存在一種軍事解決方案，即我們繼續以目前的方式行事，甚至可能增加力量。
這將導致整個體系崩潰，伊朗整個崩潰。他說，或者還存在一種更明智的策略，達成協議，而伊朗人也希望達成協議。我只是不認為他們現在已經準備好了，但他們希望達成協議。特朗普說他補充說，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談判仍在進行中。這個不管特朗普怎麼說的，不管他真實意圖是什麼，都是在浪費時間消耗精力。因為你跟伊朗人談這些東西，談了，伊朗的強硬派不會答應的。強硬派和西裝派、改革派現在已經相當撕破臉，所以特朗普跟強硬派施壓也沒什麼用，嚇唬強硬給穿西裝的施壓也沒什麼用。你給這個穿西裝的施壓，穿西裝的跪下來給你簽一個諒解備忘錄有什麼用？最後還得打。雖然特朗普說目前伊朗展現出來這種談判的這個認真程度歷史上罕見，但是有什麼用呢？無非讓特朗普再次上當。福克斯新聞討論了關於襲擊伊朗基礎設施的可能性。什麼可能性？就是說特朗普不說要打電廠嗎？下周那特朗普會第一個打哪個電廠呢？這個福克斯新聞說叫達馬萬德發電廠可能是第一個目標，因為這個達馬萬德發電厂供應德黑蘭40%的電力，你只要把這個電廠給摧毀，伊朗德黑蘭這首都它就斷電了。實際上特朗普這些都是在給伊朗極限施壓，他本質上在中期選舉之前不想搞大，還想談判看看有沒有機會，所以說極限施压加談判。特朗普近日威脅要擴大對伊朗的打擊目標，包括能源工厂和橋梁，派遣地面部隊占領哈尔科岛石油枢紐，並轟炸被稱為皋山的地下核設施。24日他表示尚未決定是否採取新的大規模轟炸行動。我正在和他們對話，我認為他們是認真的，這是迄今為止他們談的最認真的一次，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能達成協議。特朗普在白宮告訴記者而聽着，我們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特朗普說我們隨時可以行動，但我們還在和他們談判，也許也會出現一個轉折點，也許不會。他補充說，也許他們會認輸，也許他們會放棄，也許他們會躲進山洞裡藏起來。我正在考慮發動大規模襲擊，規模空前，我即將做出決定，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他還表示，而以色列很可能不會捲入新的衝突升級，並暗示以色列可能會面臨來自伊朗的報復。而就在特朗普與高級顧問會晤之際，五角大樓正緊急向中東增派兵力、武器和物資，以防戰爭急劇升級。據幾位美國軍方官員向《紐約時報》透露，近日來自德國的更多美國空軍 F-16戰鬥機和來自英國的隱形 F-35戰機已抵達中東，與此前已部署在基地或2艘航空母艦上的數十架戰機和攻擊無人機會合。而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特朗普目前極為沮喪，處於報復模式。雖然他此前樂於簽署諒解備忘錄以結束衝突，但如今已對外交毫無信心。該報援引一位接近特朗普的匿名政府高級官員的話說他告訴身邊的人，他相信可以通過一系列猛烈的轟炸行為摧垮伊朗人的意志。據一位聽到相關言論的人士透露在最近一次椭圓形辦公會議上，特朗普對伊朗領導人破口大罵，稱他們是人渣和精神病，並使用了大量的粗口。這個是什麼原因？这個是當美國的高官和情報人員告訴特朗普，伊朗人在暗殺他，已經把他列入暗殺名單。第一個，特朗普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就在椭圓形辦公室這個會議上，據說連續輸出了半個小時，就是狂罵這個毛拉，說他們是人渣、神經病，我也沒把他們怎麼着，他們就要暗殺我，這個太沒人道了。特朗普已經忘了是他把哈梅内伊和伊朗的一众高官送走了，他現在裝作没事人，他覺得毛拉暗殺他那是太不人道，對吧？是人渣、精神病。特朗普繼續大吹特吹，他說美國在對抗伊朗方面進展很順利，表現得極其出色，好的超乎任何人想象。特朗普稱，伊朗的無人機戰勝率達到80%，導彈戰勝率達到91%。那些說伊朗如今比4個月前更強烈的報道不是事實，大錯特錯。這場戰爭對特朗普以及他的一些高級顧問造成了個人影響。美國情報部門已警告幾位高級助手，伊朗可能試圖策劃對他們的襲擊，
並建議他們避免使用汽車，就是防止汽车炸彈。而在最近一次椭圓形办公室的会議上，特朗普对伊朗領導人發洩不滿，稱他們是一幫垃圾和瘋子，並使用了許多髒話。特朗普也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不滿，有時告訴作手也不想與他交談，也就是特朗普煩透了，也不想見內塔尼亞胡，不想理他，這哥們兒不可理喻，就這意思啊。那特朗普會不會發動更大規模的打擊呢？我想這個在中期選舉之前應該不會發動地面攻擊，這是特朗普的他的擔憂。但是轟炸是有可能升級的，比如說有可能跟以色列聯手，或者是美軍自己他要炸搞上地下核設施，很有可能，因為這個東西要抓緊時間，你這玩意兒不能等，你要等3月，人家真把原子彈給搞出來了，那你就完了。所以我想特朗普現在緊鑼密鼓的排兵布陣，這個很有可能對高山發動一次大規模的空襲。那麼打高山不容易，因為伊朗已经在高山周邊部署了大量的防空系統，那你现在摧毀了防空系統，对吧？再去轟炸，而且這個伊朗一再揚言是吧？如果你要炸他的高山系統，那麼他就不惜一切代價進行報復。那這個伊朗不是以色列中東的玩意國要做好準備，等他做好準備了之後，恐怕就要轟炸這個高山下面的核設施。那這個很有可能下周，因為這事不能拖，誰也不知道伊朗人濃縮鈾的技術的能力到底到哪一步了。美國已通知以色列，稱其計劃在未來數日加大對伊朗的打擊力度。在收到美方通報後，以色列已進入了最高警戒狀態。以色列多個城市23日宣布開放公共避難所，以應對可能的伊朗導彈襲擊。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23日表示鑑於當前與伊朗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以色列方面目前已為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做好了準備。目前美國海軍在中東有17艘艦船，包括2個航母打擊群以及隨行的11艘驅逐艦和1支海軍陸戰隊遠征隊。美國還在向中東地區增派部隊、醫務人員和武器裝備。《華爾街日報》報道說，美國空軍已將 B-2 幽靈和 B-52 同溫層堡壘戰略轟炸機置入高度戰備狀態，以便在接到命令後能夠迅速部署。與此同時，特朗普在白宮與高級顧問舉行了閉門會議，評估針對伊朗的各項應對方案，其中包括大規模擴大針對該國軍事行動規模的可能性，對可能爆發更大規模地區衝突的擔憂，以波及民航、民用航空領域。奧地利航空、漢莎航空已取消飛往以色列的航班。鑑於外界日益擔心與伊朗的局勢可能一觸即發，更多歐洲航空公司也暫停了周末的航班運營。美國軍事戰備狀態的提升與航空公司紛紛取消航班的現象同時出現，預示着人們普遍預期該地區緊張局勢可能會在未來幾天內進一步加劇。有更多的叫 EA-37B， 好像叫咆哮者是吧？電子戰飛機降落在英國的費爾福德空軍基地。所以說這個美軍是在排兵布陣，那這是幹什麼？這個肯定不是地面進攻，這個應該是要炸那個高山核設施。為什麼炸那個高山核設施？剛才已經說了，時不待我，時間非常緊迫，伊朗人也在抓緊時间搞核武器。美国在以色列是吧，也已經增派了10幾架 KC-135加油機。而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說，美國的情報機構認為，伊朗新任最高領袖小哈梅内伊比他的父親老哈梅內伊和前任更熱衷於發展核武器。這份評估表明，伊朗的領導層可能更願意突破伊朗長期以來的核武器發展紅線。而這次讓美國和以色列這麼緊張、這麼關注的搞上地下核設施也很厲害。消息顯示，以色列軍方和情報部門全面動員，已完成對伊朗打擊的準備。這次以色列最關注的打擊目標之一就是伊朗高山下神秘的核基地。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對伊朗的滲透深度再次被刷新。據稱，在高山地下设施內有一條長達250米的巨型地下隧道，專門用秘密生產高級核離心機設備，是伊朗一直視為絕密的地下堡壘。但是沒想到情況已經泄密，由摩薩德所掌握。所以說，美國和以色列對高山的打擊已經成了一張名牌，可以說打擊倒計時開始。
鋯山距離納坦茲核設施大約2公里。納坦茲又是伊朗主要的铀浓縮的基地之一，所以這就是特朗普最近說要升級轟炸的原因。那衛隊當然也不是吃素的，衛隊首先是警告英國說你不要蹦得太高，不要太猖狂，跟着美帝和以色列後面。英國宣布在伊朗警告，如果使用英國軍事設施支持美國对伊朗的行動，將受到後果的警告。英國說他已做好充分準備以自衛。英國的意思就是那來吧，放馬過來，我已經準備好了。該警告特別提到了皇家空軍费尔福德，這是英國皇家空軍的重要基地。伊朗官員聲稱該基地被用來支持美國。本周早些时候，第一轟炸機襲擊了伊朗境內的目標。作為回應，英國國防部表示說，英國武裝部隊保持持續警惕，並準備應對任何威脅。我們的武裝部隊隨時準備保護英國的安全，免受任何形式的攻擊，無論是在我們的領土上還是其他地方。英國準備全天候自衛。我倒是覺得革命衛隊倒不至於打英国本土，這個也比較難，不太夠得着。他打朗子這邊的英國的那些軍事基地還是可以的。英國在沙特是吧，在卡塔爾或者在什麼迭戈加西亚那個島上都有基地，朗子是能夠得着的。我估計朗子逼急了就要打這些地方。根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報道說，伊朗宣布了一項新規則，從現在起，沒有一名伊朗公民被殺，伊朗就會殺死一名美國軍人，並送他們下地獄，對吧？也就是你殺死一個伊朗人，那伊朗就殺死一個美國大兵，以牙還牙，以血還血。這個中央司令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表示，這是已在實戰中證明且正式宣告的新規則，就是一命抵一命吶。伊朗已經為美軍準備好了免費通往地獄的機票。我們再看看沙特和胡塞武裝，現在兩人也是有來有往，已經打起來了。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稱打擊也門胡塞武裝軍事目標。多國聯軍聲明稱，此次行動針對與胡塞武裝海上威脅直接相關的軍事目標展開，聯軍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保護航運安全，維護沙特的國家利益。如胡塞武裝繼續實施敵對行動，聯軍將繼續回應。而這個胡塞武裝他也發表聲明，也門胡塞武裝24日晚上說，沙特對該組織控制的紅海港口城市荷台達發動空襲，位於紅海的也門卡馬蘭島也遭到襲擊。至於胡塞武裝控制的馬希拉電視台報道說，沙特對也門荷台達省首府荷台達市電信設施發生了連續空襲。荷台達市居民對新華社記者說，空襲的劇烈爆炸聲響徹該市，火光和濃煙從市中心多個地點升起。而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25日凌晨發表聲明說，聯軍當地對也門荷台達省的胡塞武裝軍事目標實施打擊，以回應胡塞武裝近期針對紅海商船的襲擊。而這個胡塞武裝說，沙特沒有響應解除也門封鎖這一合理且正當訴求，而是對荷台達實施打擊，是一次重大誤判，沙特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胡塞武裝7月20日宣布對沙特實施海上禁運，並警告國際航運公司称，與沙特港口開展貿易往來的船只可能面臨軍事打擊。胡塞武裝稱，沙特長期對也門實施封鎖，也門人承受了巨大苦難，但沙特始終採取拖延政策，回避履行其应承擔的責任。胡塞武裝7月23日表示，使用導彈和無人機打擊違反海上禁運令的沙特油輪。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本月早些時候，巴林和科威特空軍對伊朗發動空襲，目標包括無人機和導彈存儲設施等軍事基地。阿聯酋在戰爭初期曾多次打擊伊朗，這次行動中則向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標情報，並負責防空掩護。數周以來，伊朗的報復性打擊主要集中在巴林和科威特，這兩個波斯灣國家都駐有美軍基地。知情人士表示，兩國空軍規模較小，裝備美國和歐洲制造戰鬥機，但也不願意繼續坐視伊朗發動襲擊而不做回應。《華爾街日報》此前報道，阿聯酋在戰爭初期便已介入，對伊朗發動數十次空襲，甚至在4月宣布停火後的第2天仍繼續實施打擊。近幾周，伊朗基本避免直接攻擊阿聯酋，
但本月早些時候攻擊了2艘阿联酋油輪。什麼意思？也就是中東这些王爺國實際上已經開始趁亂了，也對伊朗下黑手。伊朗在炸巴林、炸阿聯酋，那阿聯酋就要趁着美軍轟炸的時候去反擊，亂中秘密打擊伊朗。我們再看看伊朗國內的矛盾，可以說是一天比一天激化。首先是伊朗的武裝部隊發言人，他說美國將伊朗當成了武器試驗場。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阿布法茲勒·希爾卡西近日对媒体表示，他说世界上所有经过測試卻未在戰爭中使用過的武器，都被美國用來對付伊朗。各類從未在戰爭中使用過的裝備、技術與作戰能力，全都被投入到針對伊朗的戰事當中。阿布法勒茲稱，美國準備在第3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的一切作戰手段、武器、預案，統統被調遣至伊朗戰場並投入使用。這是央視新聞報道的。按理來說，按照朗子的慣常，叫什麼煮熟的鴨子嘴硬，死不認輸的這個勁兒，他應該是貶低美國的武器。美國什麼爛武器，輕輕鬆鬆就被我們擊落，被我們打下來。但是這一次說，他說美國將伊朗當成武器試驗場，什麼沒用過的新式武器都在拿伊朗開刀，在這兒做實驗，說明什麼？對吧？那就說明美國真的把伊朗疼了。打破防了，伊朗的這些強硬派也感覺到疼了，你知道吧？什麼都沒見過的武器都在這莫名其妙在這爆炸起作用。這個卡利巴夫還有佩泽西強他們跟美國人搞了一個諒解備忘錄，後來最高領袖是吧，穆吉塔巴出來聲明說，我原則上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被逼，對吧？總統啊，佩泽西強還有這個談判團隊說要維護國家利益。是這意思，也就是咱們都說過了，就穆吉塔巴他甩鍋，他說我是不同意的，原則上我是不同意的。說伊朗國內這些強硬派就抓住了這句話做文章，來攻擊這些主和派。所以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格齐他就對媒體说，对着伊朗媒體公開說，他說那些引用最高領袖關於原則上我有不同意見的發言人，這不就是強硬派嗎？強硬派他的拿着這個尚方寶劍，拿這個帽子來壓人，最高領袖都不同意，是吧？原則上我有不同意見。阿拉格齊說，凡是拿着領袖這句話說話的人，來發言的人，來做理由、做依據、做論據的人，只會在社會上制造怨恨和不安。不就是批評強硬派嗎？你們在這煽風點火，制造不安，制造怨恨，有什麼用呢？制造仇恨呢？你又打不過美國，大家肚子還吃飯還得吃，你怎麼辦？而阿拉格齊這句話在伊朗媒體一傳播以後，伊朗的電視台這是公開的，那麼就引發了伊朗強硬派支持者的強烈不滿。所以你看，這伊朗內部的這個矛盾，它也是公開化，他們鬥爭也是你死我活啊，有你沒我啊。當然了，這個朗子已經早就成了無頭的蒼蠅。自從哈梅內伊對吧升仙以後，朗子已經成了無頭的蒼蠅，亂撲騰，所以難免要幹出一些搬石頭砸自己腳的事。他本來想砸美國人的腳，砸特朗普的腳，結果發現砸了二哥的腳了。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先看一段新聞，說霍爾木茲海峽關閉，伊朗承擔最大經濟成本，也就是伊朗因霍爾木茲海峽關閉而承擔了最大的成本。這話怎麼說？說中國海關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伊朗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對伊朗與中國的貿易造成的損害似乎遠大於對北京與波斯灣其他地區的貿易損害，也就是實際上損失是伊朗跟大國的貿易遠遠大於這個大國跟波斯灣那王爺國的貿易。在2020年3月至6月期間，那不正是對吧第一輪轟炸的時候嗎？伊朗與中國的非石油貿易總額僅為8.3億美元，就是不含石油，低於去年同期的33億美元，下降了約75%。而伊朗國際公司審查的航運數據也顯示，伊朗對中國的石油出口急劇下降，中國港口的日均卸貨量從4月的174萬桶每天降至7月上半月的55萬桶每天，你說下降了2/3還不止。這些數據表明，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對伊朗與其最大貿易夥伴的經濟關係造成了嚴重打擊。
這就是特朗普封鎖伊朗，对吧？給伊朗造成的損失，但是實實在在的。我們再看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向伊朗投下一枚金融核彈。貝森特說，美國已經全面鎖定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及其核心家族的幕後金主。美國將這套戰略稱之為 A+12 聯擊組合拳。美軍封鎖堵死伊朗外部物資的來源，美國財政部則在全球範圍內追蹤、凍結和沒收伊朗政權高層的私人財產。隨後，美國財政部就精準凍結了一個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直接關聯的加密貨幣錢包，資產高達 1.3 億美元。更讓外界好奇的是，美國還要曝光哈梅内伊家族龐大的離岸金融帝國。這個家族多年來一直在伊朗國內對民眾宣揚要苦修、過苦日子、勒緊褲腰帶，卻通過白手套瘋狂斂財幾十億美元。伊朗富豪安薩里被認為是哈梅內伊主要的白手套之一。大量被搜刮的伊朗人民血汗錢被秘密轉移到倫敦著名的億萬富翁街，購買了大批頂級豪宅和商業地產。貝森特明確表示，目前已精準掌握這些資產詳細資產地址和資金流向，即將向全球公開予以凍結沒收，把這些收來的黑錢留給美國人民和伊朗政權的受害者。這其中就包括那些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被伊朗打壞的、摧毀的油輪。所以這個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格齐說，以支付與特定未來索賠相關的費用為由，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這是一種極具煽動性的先例。那人家不管，美國財政部就沒收，反正是伊朗婆羅門的錢，也是婆羅門辛辛苦苦搞了好多綠票子藏在國外，正好反而給了貝森特，給了美國人機會，人家一點一點的找，根據線索查出來，全凍結沒收，辛辛苦苦為誰忙？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看特朗普什麼時候對高山發動大規模的空襲，應該是最近，我們拭目以待。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